咱节目就要来开始啊吼！咱下面这个节目，就是要来邀请到了咱家里单位所组成的中心神鼓咱这个中心神鼓呢是咱这个94年就来成立到今年703。拄好足足有这个9年的时间，咱中心神鼓就来聘请到了黄格志老师，每一星期的这个拜六，拢来咱这个神源山的地下室来伫遮咧练。假使讲咱对这个神鼓有兴趣的，这个年轻朋友请咱大家会当来报名。参加，伫即个拜六的暗时就开始来训练安尼所以呢，咱已经成立有9年，咱即个中心神鼓呢会使讲演出非常的即个震撼，所以若看会到，高斗看赢一招若看无到，人心肝都会挨着所以呢咱现在大家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咱中心神鼓！来，大家以热烈掌声！各位参加午安！咱中心神鼓咱要广告进行咱请插队真的因为咱中岛可以爱国，不要紧，开始进行的现在双手这候选双手来，双手摇管手摇撸管，咱智商的撸管，我全部的是安尼讲的再来来，刷落来，这个图案是大家都安排。台语候选人要讲，国语跟爱的鼓励啦大家都会晓再来咱连续的连续的，二队起来！
喂，非常的这个震撼的这个神鼓真人甲各位点文师呢非常的自卑，伫这个中昼的时阵呢，大家拢足爱困的，所以呢就安排这个中心神鼓甲恁让互你精神更加好起来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咱大家有想要更加安可一个无？来，热烈掌声，欢迎中心神鼓！大家起来，再来一次，补充一次，最后一次。非常感谢咱中心神鼓的演出。好。